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一定应该会记得我个名的。那村的呢，因为我考汉语能力认证的嘛，初级的，故说我的朋友佢哋有去报名参加考试嘅人，大部分都已经收到客家委员会准批嘅课本嘞。故说，我就想讲啊，佢哋按认证上的学校法，我就想去批佢哋来学校法。故说，我就想到今日我要做嘛嘅咧，就是用汉语能力认证初级考试嘅词汇来编一则故事。我用嘅样本是120,000元嘅，因为我上摆考初级认证嘅时间是108元，我嘅课本已经送本骗人咧。故说我一下最新嘅就係120,000元咧。故说今日我哋我用辦來進行呢，就係我會對第八度嘅詞彙，會出5則詞彙出來，然後來編做一則故事，就會有啲會像我哋頭先講嘅情景式演講，就會講基本嘅東西嘅樣式，然後佢編做一則故事。好，今日呢，我會用嘅詞彙係對課本第8度嘅第一篇人體醫療嘅頭30則詞彙，然後我會用出籤嘅方式來出5則詞彙出來。我個籤已經準備好咧，一下就來看。今日我用嘅詞彙係乜嘅詞彙呢？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我已經出好5則詞彙咧。第一則係24肉嘅2看片。30木竹11熱島22係護士。非常好，等一下就來下個誒。好，我寫好咧。頭先一定都有看到我嘅個誒，就會上到按鈕。按鈕我就開始講我嘅故事了。就會講有一個人，佢名叫做阿明。今日啦，日頭就凍啦，佢就想要去海順抽水。因為做在看寫字，結果啊，佢到海順，一看見到寫字，哎哦，講到佢嘅夢珠都會跌下來咧。講冇結局，因為佢看寫字看長久咧，佢就熱到咧，因為佢日頭凍啦嘛，就熱到咧。故說佢就去請醫生來看片，看好片以後。佢就去拿藥嘅，拿藥嘅時節，就看到一邊順嘅護士，伊會個寫字，上到暗漿。阿明呢，佢又唔想要離開醫院咧。好，今日嘅故事就係咁樣。我知道比我草本日講嘅故事還較無聊，因為我草本日
出道嘅係，原初本人出道嘅5張是係伊、速度、來鳥、速爽咯、看片，就做得講阿明，迄本欣賞看嘅時節，就來唔差，就來鳥嚟安用嘅，無啦，無亂講，好，安用，我來念一下。今日我出道嘅5張詞彙，第一個係看片，也第八度嘅伊個係講，今日欣賞無同人看片，好，大家去看下字幕，好。今日欣賞無同人看片，意思就會講，今天醫生沒有幫人家看病。欣賞就係醫生，哦，每週在講欣賞咩係老師，每週在講一般你講嘅欣賞就是先生，也比欣賞安用，有按度嘅講法。韓國係熱島，熱島嘅意思就係中暑，中暑就是天氣很熱的時候那個中暑。好，它的例句是天時暗熱，出去曬會熱島。天氣這麼熱，出去曬太陽會中暑。天時就是天氣，哈，天時暗熱。然後下一個是護士，護士。想做護士，我有耐心。想要做護士，你必須要有耐心。下一個是yoga，它的例句有3句。第一句，我記得食yoga，要記得吃藥。第二句。阿妹寒到去藥房夾藥嘅，就是媽媽寒到就是感冒。阿妹寒到媽媽感冒了，我去藥房夾藥嘅，要去藥房拿藥。哦，他們說是配藥夾藥嘅，啊，這是一個固定用法，要記得夾藥嘅。然後第3張例句係野菜藥嘅寫動圖，目色開陽。就是這個菜噴了很多的農藥，不要吃比較好。好，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目足，老嘞目足乏乏，就是說老了眼睛蒙蒙的。OK， 好，那麼今天客語認證初級詞彙的故事就到這邊結束。然後係講。過後有機會，我會喺 Clubhouse 底部度開呀編故事嘅一個房間，歡迎大家係講有時間就得來前面傾下偈。好，我個 Clubhouse 賬號係易英記，易就是如懿傳那個易，英記就是你們應該會記得我的名字那個英記哈，應該會記得啦哈。有時間就帶嚟去 follow 嘅，好，今日嘅影片就到呢邊結束，大家會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，我記得來喲，我係阿姊妹，走來了。